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A 仔追星 YouTube Channel，我係 A 仔。嗱咁啊呢條片啊，同大家講講啦，兩則嘅消息啦。咁啊兩則係關於兩個嘅人物嘅，咁一個啦就係關於阿米高嘅動態啦。喂，又有機會出新歌啦！6月24號啊，我睇到啲平台啦流出嚟嘅相關歌曲嘅預告啦。6月24號，顏米高會推出佢首新歌啊，終點見啊呢首歌曲啦。咁亦都想同大家去探討一下關於米高啲歌曲啊啲情況啦，咁同埋都係見到佢同一班米粉啊，即係佢班粉絲啦，亦都係同埋阿李佳老師咧一齊去有個聚會啦，咁啊同大家去簡單講講啦。咁當然亦都見到佢有好多活動嘅，比如又有呢一個7月1號嘅呢一個嘅中年好聲音42強嘅見面會啦，米高會同李金海會撐場啦，會做一個師兄嘅代表啦。咁另外啦聽聞米高都有機會去參與呢個中年好聲音嘅一個助力賽喎嚇，咁當然啦，亦都有好多動態啊，佢都有一個TVB 嘅一個無線職藝員嘅龍舟賽啦，佢係參加咗呢個隊伍㗎，見到佢係有份參賽嘅，咁等嘅動態啦，等陣間同大家去跟進一下阿米高呢一邊嘅消息啦，咁另外都同大家講講嘅就係阿佘詩曼啊，喂，近日好多人關心喎有新聞女王又話開3啦，正義女神又話開2啦，哇！呢兩個咁大嘅一個節目啦，即係咁呢個劇集啦，咁其實講真。呢兩套係真係好收得嘅劇集嚟嘅喎咁當然啦，亦都衍生出好多啦，譬如新聞女王嘅呢一個衍生出嚟嘅一個劇集啦，就係、是、新聞官許思晴啦，咁亦都喺正義女神衍生出嚟嘅一個前傳啦，就係呢一個嘅模範律師團啦，係講阿高淑華嘅，即係當然每一個嘅系列都有個單獨嘅一個單獨嘅一個專門課某個人嘅，即係模範律師團就係課高淑華嘅，咁呢一個嘅新聞官許思晴就梗係課許思晴㗎啦，咁都有個獨特嘅一個系列出嚟咯。哇！即係其實呢一個係 TVB 嘅元宇宙嗰個77工作室嘅元宇宙嚟喎，玩到好大下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都關心究竟呢兩個咁收得嘅劇集，究竟阿佘會唔會有份參與咧？其實近日都吹風話佢可能唔參與㗎嚇，咁啊同大家去跟進一下啦。咁不如先講講阿米高呢一邊啦，好嘛？因為始終我係睇到呢一個社交平台啦，見到某個嘅音樂嘅一個頻道啦，係專門講每個禮拜、下個禮拜啲歌曲有啲咩歌曲要上架等等嘅。見到就係顏米高會喺6月24號啦，會出佢有新歌。終點站、終點見嘅呢首歌曲其實我都想關於米高嘅歌曲都想同大家去討論一下，因為始終米高第一首雜賽其實係冇喺呢一個嘅 TMG 係冇幫佢拍 MV 嘅喎，係啦，好似亦都冇乜宣傳米高雜賽嘅一啲呢首歌曲嘅一啲相關嘅動態都冇嘅喎，咁所以其實我唔係好明究竟好多人傳聞就係話雜賽係阿米高自己嘅一個即係去做嘅歌曲啦，亦都冇 TMG 嘅參與。有外界係咁傳，但我唔相信係嘅，因為始終我會覺得你簽咗 TMG 有唱片公司，應該交俾唱片公司去做歌㗎呢啲。我自己嘅睇法啦，咁當然我哋都無從考究。咁大家如果知道可以話俾我知。咁第二首嘅呢首終點見啦，咁大家估計。霎賽已經冇 MV 嘅啦，大家可以喺 TMG 嗰個社交平台嗰度啦，你又揾唔到有霎賽嘅 MV 嘅。咁呢一個嘅，佢唔似好多歌手都有噶嘛，出親歌都有 MV 噶嘛，佢係冇嘅。咁呢一首終點見究竟有冇 MV 咧？我估計都可能會冇，即係大家唔好話我悲觀，因為始終我睇到譬如依家 TMG 嗰個社交平台啦，攞 Facebook 為例啦，咁其實佢都係宣傳緊20遲米高2日出嘅呢首歌曲啦，周吉佩嘅一首新歌啦，喺26號出嘅，佢係宣傳緊26號嗰首喎，反而24號嘅呢一首係冇嘅喎，冇任何嘅宣傳咯，咁可能亦都 TMG 嘅參與度亦都唔高，甚至可能冇份參與都唔一定，即係我估係咁樣樣啦。如果自己有份參與有嘅情況下啦，會點都會宣傳吧，係嘛？即係我自己估計啦，咁。因為佢呢個 case 同阿李佳嗰度有少少區別，咁等陣間講李佳都會講嘅，所以我會覺得會唔會第二首嘅呢一個終點見都係
冇 MV 咧，甚至冇 TMG 嘅參與咧。嗱，呢個我真係唔清楚，咁啊大家到時睇睇咯。24號好快到啫，咁其實我唔係好明呢個情況，阿米高呢種情況係屬於點樣嘅一種啦。因為始終我哋見到譬如中年好聲音2啦，中年好聲音2出歌嘅人唔會好多㗎咋，得阿古啦、阿輝哲啦、建文啦，TMG 嗰邊有幫佢出嘅。咁霎菜我就默認，即係而家目前嚟講就個可能嘅參與度唔高咯。如果你話 TMG 嘅話，所以其實都出歌嘅人唔會太多。如果你再望翻中一嘅，哇，好多人出晒歌。中三嘅，即係唔好話一首兩首啦，好多人出晒歌。反而中二咧會少，就係咁樣樣啦。咁即至於阿米高嘅情況，我自己都唔清楚。咁大家可以留言區話俾我知啦。究竟佢係屬於邊一種咧？係咪佢首歌係TMG 有冇參與咧？參與度大唔大咧？高唔高咧？係咪可以討論一下嘅？咁另外啦，其實今年同樣有出歌嘅都係李佳嘅。咁阿米高啦，我哋都見到佢近日同阿李佳亦都係，即係近日佢有個粉絲聚會啦，亦都係有邀請埋阿李佳出現嘅。佢哋今次呢個粉絲聚會啦，都玩好多嘢㗎。佢同班粉絲班粉絲叫米粉啊，同中油美嘅粉絲一樣，個名都係叫米粉。但係我哋要分清㗎，就要講顏米高嘅米粉咁樣樣，可能會分得清啲。咁見到啦，呢一次嘅活動啦、聚會啦，有啲麻雀比賽烹飪嘅比賽卡拉 OK 嘅啲大賽等等等等啦，其實好好玩嘅，即係佢可以玩好多花款啊！米高同班粉絲可以打成一片，呢個係佢自己有嗰種親和力啦、獨特嘅嗰種，即係我覺得米高係天生都比較開朗少少嘅，可以打成一片樂也融融咁樣樣啦。我個人認為啦，今次佢都揾埋阿李佳過嚟啦，咁一齊玩咯。不過李佳就係做一個評審嘅工作啦，因為始終佢話即係唱歌比賽冇理由唔揾佳佳老師去做評審嘅，咁揾咗阿李佳過嚟啦。咁同埋娛樂新聞台都有採訪佢哋啦，都有講到就話啦，佢哋兩個都會分別出新歌嘅。米高嗰度啱先同大家講咗啦，就係呢首24號嘅終點見呢首歌曲啦，一個情歌嚟嘅。李佳嘅話會出佢第3首嘅歌曲啦，係叫做拉丁風格嘅歌曲嚟嘅。咁冇透露歌名啦。咁點都好，兩個都公布喜訊，但係李佳嗰個 case 亦都唔同啊。譬如李佳佢第一首啦，今年出第一首嘅 Shake It 啦，呢首歌曲啦，有 MV 有 MV 喺 TMG 嗰度社交平台有公布出嚟嘅，咁亦都有喺呢一個嘅TMG 嘅社交平台有宣傳佢首新歌啦，事前都有宣傳啦。咁無論佢第2首追憶係 cover 歌都好啦，cover 歌雖然冇 MV，但係 TMG 有落力去宣傳嘅，有喺社交平台度有宣傳佢呢首追憶嘅。咁反而我唔知第3首會唔會有啦。所以其實佢嗰個 case 唔一樣啊。阿米高個 case 係 TMG 連宣傳都唔同佢宣傳喎，即係幾時幾日有新歌推出係冇宣傳，反而宣傳遲米高後2日出歌嘅26號出歌嘅吉吉嗰個啦。咁所以其實米高嘅處於一個點樣嘅狀態咧？我而家覺得佢同 TMG 嗰個係咯，即係嗰個合作關係點樣嘅狀態咧？係咯，出道第1首又冇 MV， 第2首又冇 MV， 甚至都冇宣傳咁樣樣。所以當然我唔排除我出片之後啦，因為我條片可能遲幾日嘅。咁依家係19號，係咯，19號傍晚咁所以其實可能我遲啲都會有嘅，都唔一定，但係目前都見唔到咯。咁所以唔知佢點樣嘅情況啦。咁點都好啦，大家期待一下米高嘅歌曲咁當然我哋見到近日米高都好多動態啦，比如 TVB 嗰個龍舟隊啦，米高都有去參與啦，咁同滕麗明一齊去玩嘅呢個龍舟隊。咁亦都見到佢亦都有份去做呢個中星嘅呢個見面會12強見面會嘅一個表演嘉賓啦，即係師兄嘅一個表演嘉賓啦。咁佢同阿李金海嘅都是7月1號7月1號嘅一個見面會嗰度都有佢份嘅。咁當然啦，我哋同樣亦都見到米高嘅，亦都有機會我好似冇記錯，佢都有機會係做一個中1、中2、中3嘅一個助力賽去助呢個中4嘅表演嘅。咁好似禮拜日嗰一集佢應該未出嚟住嘅，可能要再下多個禮拜先見到佢啦。咁大家可以期待住啦。另外我唔知有冇講錯啦，大家可以話俾我知究竟佢有冇參與呢個助力賽即係其實都好多嘅一啲動態嘅工作動態啦。咁另外啦，我哋跳過去啦，不如講講佘詩曼呢邊啦，踢過去啦。因為始終依家 TVB 高度宣佈咗啦，高調咁宣佈咗啦，兩個好出名嘅、好收得嘅兩套劇集啦。你知依家啲大環境係嘛？啲劇集
好收得嘅好難嘅。咁呢一個收得嘅劇集啦，真係鍾樹佳佢即係七七工作室嗰度做得好唔錯嘅兩個，我會覺得係打響名堂嘅兩個作品咯，新聞女王啦。同埋就係呢個正義女神嘅兩個系列啦，咁即係其實講真，佢亦都宣布咗啦，新聞女王就自從有一又有二，而家有埋三啦，仲要衍生出嚟有一個新聞官許思晴嘅獨立嘅一個劇集去俾到阿高鈴啦，咁其實哇，其實越玩越大啦，咁另外正義女神啦，又話要出正義女神2啦，咁依家已經拍緊正義女神嘅前傳啦，係叫做模範律師團啦，係阿高淑華嘅陳偉嘅，咁所以其實兩個嘅一個即係俾咁收得嘅節目啦，即係咁收得嘅劇集啦，都已經係哇搏命開啦嚇，即係呢個嘅宇宙越嚟越大啦，玩到咁，所以其實但係一個靈魂人物係不能夠缺少嘅，就係佘詩曼。無論係新聞女王嘅呢一個嘅 Man 姐啦，又或者正義女神嘅阿言官啦，其實都唔可以少咗一個共同人物喎，因為佢兩套都係佢擔正嘅喎，冇佢，我會覺得。如果你話譬如你新聞女王3或者正義女神2，如果冇咗佘詩曼，我會覺得就真係完全變咗一個味道嘅咯。新聞女王點可以冇咗新聞女王呢？係嘛？正義女神點可以冇咗個正義女神呢？就係咁樣樣係嘛？即係你會覺得，但係依家外界吹風就係話佘詩曼仲考慮緊究竟會唔會份參與呢？因為日前我哋都見到呢一個 TVB，即係正大家都喺度吹風話佢究竟有冇份啊？會唔會唔參與啊？如果唔參與就變咗爛尾㗎啦喎，咁樣。但外界又吹風吹到咁，所以近期有一蛇啦，出咗一個好似叫京東品牌嘅一個香港。係咪係即係一個店啦嘅一個開幕都好啦，我大概差唔多啦。咁佢都接受咗 TVB 娛樂新聞台嘅一個記者嘅採訪啦。佢哋都講到，因為始終新聞女王同正義女神都好收得，收視好有保證嘅。咁啊，贏到唔少觀眾嘅支持啦，長拍長有嘅一定係。咁當然啦，阿佘詩曼就話啦，最近啦都有同新聞女王啲劇組食過飯嘅，令到大家都諗緊阿 Man 姐係咪真係有可能會又回歸嘅可能性咧？咁喂，佢係要必須回歸嘅，唔係有冇可能性喎？如果新聞女王冇咗新聞女王嘅話，咁我就覺得，喂，會大打折扣嘅喎，爛尾咯，我會覺得係即係不如不拍啦，係啦，不如唔好拍啦。如果個勢係咁樣樣，如果係冇咗，係嘛？喂，佢先係新聞女王喎，咁即係我自己個人睇法啦。咁大家覺得佢有回歸嘅可能性，即係其實亦都有回歸嘅，亦都會唔回歸嘅可能性啦。咁即係其實我希望回歸咯，唔回歸真係冇，真係覺得冇動力追落去啦。即係我會個人覺得啦，我係兩套我都全部追晒㗎嘛。我呢啲係大家都知道我好中意煲劇嘅，咁所以其實佘詩曼嘅話，其實佢都話啦，一切啦都係未知數嚟嘅。佢自己咁講啦，就話啦，即係拍劇啦，都係會以劇本為主嘅。咁啊，暫時啦，首先啦都係要優先考慮喺香港開工嘅。咁因為啦，想留更多嘅時間啦，陪佢媽媽嘅。嗱，我哋咁講啦，你劇本為先呢個一定係嘅，咁一定要有好嘅劇本啦。咁當然佢話要開拍《新聞女王3》或者《正義女神2》啫，但係劇本佢哋都未收到嘅。即係之前坤哥都透露啦，未收到劇本嘅，咁亦都未有任何嘅一啲通知住㗎啦。咁亦都未有咁快開拍住，所以其實都希望呢段時間鍾樹佳可以點都好整靚仔嘅劇本出嚟，係啦。咁正義女神嘅話咧，我都希望佢係嘛都可以整靚啲。因為正義女神咧，佘詩曼話可以好易拍啊，好多啲少年案例其實可以拍好耐嘅。但係新聞女王仲可以點樣拍咧？而家係嘛？新聞女王2啦，係嘛？去到而家呢個地步啦，仲可以點樣拍咧？咁所以其實都係要睇個劇本點樣去發展，要帶出一個點樣嘅 message，去俾觀眾去認知咁樣樣咯。咁所以其實都好考阿鍾樹佳嗰邊嘅，所以睇睇佢哋嗰邊點樣去諗個靚劇本出嚟啊！呢個係好緊要咯。咁我覺得都係嘅。如果個劇本麻麻地，即係阿佘詩曼拍咗，可能對佢自己嘅一個個人嘅一個品牌，會唔會亦都係有影響咧？即係如果呢個佢甚至唔拍嘅情況下，又會對新聞女王嘅品牌亦都會有影響嘅喎。即係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係咁樣去諗嘅，所以一定要有個好劇本啦。同埋佢第二個一個因素就係話啦，佢希望依家咧優先都係揀喺香港度拍嘅。咁我哋知道其實好多而家鍾樹佳佢哋啲團隊啦，都可能要去到深圳啊、內地啊。正義女神咧佢係咁嘅，深圳有取景，
內地都有，即係喺香港亦都有取景嗰部分嘅，兩邊去拍咯，拍完內地嘅一啲場口啦，亦都要翻到嚟香港要拍翻咁樣，即係其實佢兩邊都有取景，兩邊都要拍嘅。咁即係新聞女王我唔知啦，新聞女王好似都係全香港吧，咁所以其實即係所以，但係你知而家七七工作室其實佢基本上好多嘢都要搬去內地去拍嘅好多，咁所以會唔會話影響佘詩曼接拍嘅其中一個因素咧？你如果要純香港拍嘅，又唔知佢哋個景得唔得，係嘛？即係取景方面嗰啲，咁可能內地有好多景係好適合嘅咧。咁所以嗱，等等啦，同埋成本嘅考慮，咁所以因為佘詩曼佢話真係要陪佢媽媽啊嘛，咁所以係咯。如果你喺內地嘅，你冇可能話即係拍完之後喺深圳就即刻趕翻嚟香港，咁晚黑瞓一覺，咁早上又過去，咁通常佢會 stay 喺嗰度好耐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佢考慮因素之一咯。但係即係老實講。即係譬如你講新聞女王正義女神啦，其實邊個主角啫？就係佘詩曼啫嘛。新聞女王就真係佘詩曼，正義女神都係佢啫嘛。所以你好多人你話新聞女王好多時又話邊個即係無論係從新聞女王1又好，新聞女王2都好係嘛？佢最強嘅對手又話係李思華可以同佢爭視后係咪？其實老實講邊有得爭啊？新聞女王係邊個新聞女王啫？唔通李思華係新聞女王咩？新聞女王由頭到尾都係命姐啫，所以其實冇得爭嘅。如果你話李思華攞咗，反而唔係阿 Man 姐攞，我覺得仲嘈得會好緊要。即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咁即係譬如你話正義女神咁，邊個係正義女神啫？咁肯定係言官啦，係嘛？言為之啦，冇理由話係高淑華噶。即係哪怕佢同佢哋兩個爭視后都咁話啦，係嘛？即係其實冇得爭嘅喎，邊個先係正義女神啫？佢啊嘛，係咯。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就基本上你話即係營造出好有競爭力嘅，又話李思華其實都唔差嘅喎，好有競爭力嘅喎。但係其實講真啦，你拍埋嚟阿佘嗰度，因為呢套嘢根本就唔係即係可能佢係主角團嘅一部分，但係講嘅新聞女王唔係講佢啊嘛，係講阿佘詩曼啊嘛。所以我個人認為成套嘢都係圍繞住阿佘去拍嘅。咁即係所以係咯，所以只要有阿佘喺度。呢一個嘅李思華都冇太大機會可以贏到視后，除非佢另外拍一套劇集，即係譬如以前嘅金宵大廈嗰啲咁，佢真係一個人擔正，冇幾個女主角嘅，咁佢就即係個競爭力會大啲咁樣樣。但係你如果同阿佘同一套劇咧，係會俾人比下去嘅。我自己個人咁感覺啦。嗱，唔知大家點睇？所以我最終想講，希望就鍾樹佳做好個劇本佢係啦。即係一個好好嘅劇本，令到大家可以發揮得好好啦。咁當然雙贏啦，阿佘又可以發揮得到佢自己嘅演技啦。咁亦都可以贏，即係鍾樹佳嘅呢個新聞女王3亦都可以贏翻自己嘅一個品牌啦，翻嚟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大家有保證嘅情況下，我覺得係雙贏會仲好咯。咁如果你就話真係冇咗正義女神冇正義女神，新聞女王冇咗新聞女王嘅話，咁不如唔好拍算啦。我自己個人嘅睇法係咁樣嘅。嗱，唔知咧，因為你揾邊個上去做女主角，你都一定會有人攞去比較嘅。不如呢個系列直接殺停佢算啦。即係我自己個人感覺啦。咁一定會俾人比下去嘅。即係我自己感覺啦。咁所以即係例如巾幗梟雄咁啫嘛，係咯。黎耀祥、鄧萃雯兩屆都咁樣，跟住突然之間就變咗係嘛？呢一個嘅黎耀祥再加胡杏兒啦，胡杏兒都俾人鬧到咩咁啦，跟住再黎耀祥再加呢一個嘅胡定欣啦，都係胡定欣亦都係俾人鬧嘅。咁所以其實係咯，唔希望會咁樣樣咯。即係你揾邊個做新聞女王，我哋都唔希望。咁我都係嗰句啦，希望係學阿佘係可以拍翻，即係冇辦法啦。你鍾樹佳同阿佘捆綁得太近啦，兩套嘅主角都係佢，你有乜計啊？即係你除非你開啲劇嘅，開一個另外一啲新嘅劇集啦，係一個即係譬如以前楊善瑤嘅《黑色月光》咁樣樣啦。其實你開嗰啲即係有唔同嘅一啲代表性嘅人物喺度都好，因為你呢兩套都係阿佘擔正，而且仲要咁收得，咁所以其實係難搞嘅。好啦，咁講到呢度啦，唔長氣啦，呢條片講到呢度，大家又點睇咧？係嘛？